其实就是五小嘛，那其实这个阶段刚好，其实我们有练了一些五小的阵容来对抗这样子。那很明显，其实到今天大家都累了。我看好几支球队其实都很明显的有疲惫，对，所以明天有个休息日，实在是对大家都非常的好，对。那今天其实我觉得俊生跳出来，俊生还是活力十足啊，所以体能好的终究是体能好，对啊，两个大胖小胖，其实今天的体能我觉得有点下滑，对，但是我觉得那也是无可厚非，因为他们这阶段打得太久了，他打得太久了。对，那很高就是我们会类似4连胜，其实我也觉得蛮意外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其实带着谦卑学习的心态，在这8强，虽然这是今年，这不过就是光复仅仅3年来的第3次8强之旅而已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好高骛远的想那么多，我都跟他们讲说，第一天赢高院，我说我们是第7名的球队。然后第2天赢南山，我说我们是第6名的球队。然后第3天我说我们是第5名的球队。我说我们3胜是最强的第5名的球队，你们一定可以打得过。那4胜其实就是应该是确定是第5名球队，那就是去鼓励他们，对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。对，那事情当然比想象中的还顺利。对，那其实我认为他们值得骄傲啦。对，尤其是朝圣他今年高3的，他有这样子的回忆，我觉得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难能可贵的。对，之前很怕和平馆移到这边来战绩会不好，但是这种心态就对。那后面3场球赛，我觉得还是一样哦，一步一脚印哦，就像光复中学一样，一点一点的去累积，哦，累积到最后，如果事情朝好的事情去发生，那一直跟他们讲说享受比赛，快乐打球。对，因为真的啦，享受比赛，你看我们那几个都是越打越嗨。对啊，那你不要抱持压力，教练也不许，教练或许讲话比较大声一点，那只是大声一点而已。对，那只是也不是所谓的骂，因为在这个阶段也没什么好骂的。对啊，那钟汉啊、俊生啊几个，这样包含我觉得冯承恩今天苦攻也做得很好。对，那李恩也是不错。那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团队的胜利。对，你们是唯一4胜球队。哦，对，其实就是很惊讶，是我们是连胜的球队，就是一开始是没有想这么多的，因为一开始就像我讲的，一步一步走啦。对啊，每天把自己做好来。那我也是跟自己还讲说，我们其实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。你说我光复中学，我要喊我4连胜、5连胜、6连胜，那都是痴人做梦话。我只跟孩子们讲，我们把我们自己准备好，然后把防守建构起来，胜利自然，然后享受比赛，胜利自然就会到来。你一直去想着别的事情，别人怎么样，别人怎样，你只会很累而已。你不如把你自己可以把握的东西给掌握起来，哦，包含心态，包含防守。对，那我觉得那是一个那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。对，那像过去几年我们有被绝杀的经验，但是我们输球还是很开心啊。对啊，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孩子都尽力了，那是一种很欣慰的。对啊，对，所以我就说整个过程我们4连胜，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的，对吧？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，那我希望持续的把自己做好来，也希望孩子们不要忘本。对，一步一步来。我等一下进去，我会跟他们讲，我们还是目前看起来还是第4名、第5名的球队嘛，因为是没有人还没有宣布进4强嘛。对啊，那还是一样第5名的球队而已。对，只是我跟他们讲说，我有跟双枪讲说，明天睡到自然醒，然后教练会带他们去吃好一点，对，吃好料，对，让他们补给一下，这样子。对。啊，因为小孩子其实很可爱啊，这样子他们就很开心了。对，尤其是双胖跟我一样都喜欢爱吃美食。对。啊，大胖小胖你不知道吗？这样说是大胖哦。对啊，就是大胖。小胖啊。潮汕哪有？你们等一下就要拉开那个。对啦，肚子。我说你们这2个人，那 HB 有对不对？只有你们有这种肉的，那么哪一个有？你好意思啊？高中的时候不是。我们这样讲，我们退役了嘛？我们退役了嘛？我说，我常跟开玩笑说，我常开玩笑说，HBO 只有你们有这种肉对啊，这样子，我真跟他们讲说，我说，确定大学都要你们2个，但是只有你们有这种肉，对啊，他们很可爱，
对啊，他们都会告诉我说不吃宵夜，不吃宵夜，不吃宵夜。然后那个电话一打来说你要不要喝饮料？对，他们两个人就点了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